1.8米白俄模特挑战拍照片宣传中国。今天我们去拍牡丹花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可以跟你聊2句吗？来可。你好，我是来自白俄罗斯一个模特哈，我叫利维塔。因为我们啊，仅仅是负责这个岗位。给领导打电话，是不是抖音上那个？哦，对，你好，刷到过的。我想来你们这里拍一些漂亮的海报，就是拍牡丹花。好的。那你让不让我进？可以啊，送一张票是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就这么轻松就答应我了？把盛花期4月10号左右。4月10号。咱们园区总共2800亩。啊，这么大，可以我。咱给你找个电瓶车过去还是咋办？好，好吧，我在这等你啊。还蹭了个电瓶车，走了，出发了。开始拍照。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兩決定不聽叫喚跟他歸家，深宵的冷風不准吹去他，他那幽幽眼神快要對我說話，纖纖身影飄飄身影默默傳來吧，對我說浪漫情人愛我嗎？